喺股市有好多專業嘅股票用詞，今日就同各位老友記一齊傾傾我哋日常嘅交易當中經常遇到嘅一啲股票專業用詞。增資，增資係上市公司為咗業務嘅需求，經常會辦理增資，亦即係有償配股，或者係資本公積新增資，亦即係無償配股。配股係公司增發新股嘅時候，按股東所有人份數，以特價，亦即係低於市價嘅方式分配俾股東進行認購。坐轎係預測股價即將要升，搶喺大多數人之前，以低價嘅方式買入，等到大多數散戶跟風買入嘅時候，股價節節升高之後賣出獲利。抬轎係人哋早已經買入，你先至醒目發覺，亦都跟風咁樣買入，結果將股價抬高，人哋呢就獲利，而自己買入嘅股價已經好高，無利可圖。下轎係坐轎客逢高獲利結算，為咗下轎。跳空係股市受到強烈嘅利多或者利空嘅消息而刺激嘅，股價開始大幅跳動，喺上升嘅時候，當日嘅開盤或者係最低價高於前一日嘅收盤價嘅兩個申報單位以上，稱為跳空而上；反之就係跳空而下。填空係股價跳空之後，經過一段時間回到跳空前嘅價位，以填補跳空嘅價位。天價係個別嘅股票由多頭市場轉為空頭市場時候嘅最高價。